政府提一百拨太水救灾嘅行动，见受到国内外嘅批评。马英九总统今年也亲身举行中英文两场嘅记者会，对外界嘅批评，总统先讲，伊系国家领导人，对救灾嘅疏失一路爱开下来，同时带领副总统等官员同全国人民灾民鞠躬会失礼。至于有政府官员喺救灾过程当中有疏失冇，系咪爱内阁改组？总统讲，等救灾到一只阶段过后，千万叫日头会对外说明。老大家行台里，总统马英九正式为救灾填满老大家会事里，从起不限罹难嘅救难人员，马总统嘅母主风风喊哀叫哀叫。就算马总统公开老大家会事里，不过喊係救唔盡，而風采希望嘅貴北湯陰陽。面對外界嘅質疑，貴州救災過程擾民熱亂，就按樣嘅嚴重嘅救災措施，到底要馬上來負責，總統係咪會認為按樣下下退負責任？會在救災與安置工作告一段落之後，向外說明，時間不會晚過9月初。許多民眾對於我們救災工作有許多不滿，我深刻可以體會，尤其是在此時此刻，應該要把這個責任承擔起來。也就是說，往後安置重建路途還很長，我不能在這個時候逃避責任，因此我還會繼續的來完成我的任務，讓民眾知道我可以做得好。首先檢討救災嘅措施，為了避免比卡高日敗發生，馬總統也針對救難措施提出6台措施。救災填滿救援處嘅細節會查清楚，監察國內韓國國外嘅救難人員、韓國單位、韓國ở心理災害風救署、韓國ở投入200億嘅經費買救難嘅裝備，而加強風災教育訓練。韓國本年10月份而舉辦嘅國慶，韓國10月份嘅出訪也全部取消了。面對未來嘅重建工作，馬總統強調停車位加一個鋪。辦事啊，常常要填很多表格，要證明這些，我們現在呢，盡可能把它簡化。所以我當初在重建的時候所提出來的原則，就是從速啊、從簡、從寬。風災10月過後，總統馬英九公開言宣，將為加強針對救災過程提出檢討，同時也要求國軍將災害風救變作係中心嘅任務。比較嘅細節，而將便利嘅預算國軍嘅裝備全部納入風災救災體內，而來提升救災行政嘅效率，而將傷害降到最大。下個新聞分區分提出至特別報道。